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係棕枝主日，亦即係復活日前嘅一個主日。講道嘅主題係為主警醒，經文係馬可福音14章32到72節。從馬可嘅記載可以睇到，本福音書從11章開始，都係圍繞住主耶穌喺地上最後一周嘅經歷。現在讓我哋先按時間嘅順序去了解一下耶穌喺受難前一周所經歷或者所做嘅事。身為人子嘅主，面對苦難時，主內心嘅掙扎會係如何？喺嗰時，耶穌邀請佢嘅門徒同佢一齊警醒。如果係你會點樣回應呢？雖然耶穌知道喺佢面前嘅係死路一條，但信服上帝嘅旨意，始終係最平安嘅選擇。喺嗰個星期日，耶穌同門徒離開咗耶利哥，前往耶路撒冷。距離十字架嘅道路越嚟越近啦。逾越節亦都快要開始，猶太人從羅馬帝國嘅各個地區嚟到聖城，參與為期一周嘅重要慶典，紀念上帝將佢哋嘅先祖從埃及地救贖出嚟。群眾中有好多人已經聽過或者親眼見證過耶穌嘅事蹟啦，佢哋正在熱切咁樣期待住耶穌往聖殿去。耶穌嘅出現並非以得勝君王嘅姿態，佢唔係騎住戰馬，又或者乘坐住戰車，而係舊約先知所預言嘅，係一位非常謙和，騎住一匹早已為佢預備好嘅驢駒。耶穌嚟嘅目的係要為世人帶嚟拯救同和平。眾人認出眼前嘅耶穌正正係應驗咗先知預言嘅嗰位，佢哋就將衣服鋪喺路上面，亦有人將田間嘅棕樹枝斬落嚟鋪喺路上面，手上揮舞棕樹枝歡迎耶穌。棕樹象徵義人嘅興旺，亦有勝利嘅意思。前行後隨嘅人都喊叫着說：和散那！奉主名來的，應當稱頌的；那將要來的，我祖大衛之國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和散那有求救嘅意思，喺呢度係表示對君王嘅稱頌。群眾之所以用迎接君王偶像般嘅禮語嚟歡迎耶穌，讓耶穌騎住驢光榮咁樣進入耶路撒冷，原因係因為耶穌之前所行過嘅神蹟，就好似喺伯大尼使拉撒路復活，群眾就認得佢係一位擁有特殊能力同埋權柄嘅君王，甚至認為耶穌會帶嚟昔日大衛王國嗰種光輝。到咗傍晚，耶穌同門徒住喺耶路撒冷城外橄欖山對面嘅伯大尼。星期一，耶穌離開伯大尼進入耶路撒冷，佢趕走聖殿中兌換銀錢嘅人同埋做買賣嘅人，潔淨咗聖殿。耶穌為公義而發怒，但佢只係勇敢地企出嚟表明立場，佢並冇犯罪。耶路撒冷係耶穌接受群眾歡呼頌揚嘅地方，而同時亦都係被群眾指控，最後被釘死喺十字架嘅地方。星期二，耶穌喺聖殿入邊受到祭司長、文士、長老、法利賽人以及撒都該人嘅挑戰。喺同一日，猶大同意出賣耶穌。星期三，聖經冇詳細記載耶穌做咗啲乜嘢，估計佢同門徒一齊留咗喺伯大尼。星期四，耶穌同門徒共進最後晚餐，設立聖餐，然後喺客西馬尼園警醒禱告，以及耶穌被捕。星期五，耶穌喺公會前受審，彼得3次唔認主。喺同一日，耶穌被釘十字架，死亡，安葬喺墳墓裏。星期六，由星期五日落開始到星期六日落結束，
係猶太人嘅安息日，耶穌嘅身體被安放喺墳墓入邊。星期日，耶穌復活，從被賣、死亡到復活，呢一周所發生嘅事，耶穌早就已經知道。佢本嚟可以救自己，使自己脫離凌辱同埋苦痛，但因為愛，因為佢知道自己道成肉身嘅使命，正如以賽亞先知所講，佢誠然擔當我哋嘅憂患，背負我哋嘅痛苦，為我哋嘅過犯受害，為我哋嘅罪孽壓傷。因佢受嘅刑罰，我哋得平安；因佢受嘅鞭傷，我哋得醫治。面對肉體同內心嘅掙扎，耶穌希望門徒能夠同佢一齊警醒。可惜門徒連續3次都睡着了。對於一而再再而三發生嘅事，就唔能夠解釋為偶然啦。門徒應該了解主心中嘅憂愁，因為耶穌喺最後一周前曾經3次喺佢哋面前預言自己受難同埋復活。第一次，耶穌話人子必須受許多嘅苦，被長老、祭司長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3天復活。當時彼得聽咗耶穌嘅話之後，竟然拉住耶穌勸耶穌。耶穌轉過嚟睇住門徒，就責備彼得話：撒旦，退我後邊去吧，因為你唔體貼上帝嘅意思，只體貼人嘅意思。彼得經常係門徒嘅代言人，耶穌挑選彼得出嚟講說話，可能係想直接咁樣話俾所有門徒聽，唔好以為自己可以幫助主去完成佢喺地上嘅使命，唔好無知咁樣嘗試阻止耶穌被釘十字架。其實撒旦亦都曾經引誘耶穌逃離十字架嘅道路。當然，撒旦嘅動機係邪惡嘅，而門徒係出於對主嘅愛。只不過門徒應該要明白一點，就係佢哋嘅使命係要跟從耶穌，而唔係引導耶穌，又或者喺肉體上保護耶穌。第二次，耶穌話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裏，他們要殺害他，被殺以後過3天，他要復活。門徒仍然唔明白耶穌講話嘅意思，只係今次冇人敢開口問啦。可能係因為上次睇到彼得被耶穌責備過，喺門徒睇嚟，耶穌嘅思想似乎係被死亡控制住啦。而事實上，有問題嘅係門徒本身，佢哋擔心耶穌死咗之後，冇人可以推翻羅馬帝國嘅統治，新帝國嘅建立更加係遙遙無期。佢哋亦都想過要喺其中得到尊榮同埋地位，所以對耶穌嘅再次預言，佢哋唔願意去面對。第3次，耶穌話：看啊，我哋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將要被交俾祭司長同文士，佢哋要定佢死罪，交俾外邦人，佢哋要戲弄佢，吐唾沫喺佢臉上，鞭打佢，殺害佢。過咗3日，佢要復活。喺上十字架前一晚，耶穌同門徒最後一次共進完晚餐，就一齊唱詩往橄欖山去。佢哋嚟到一個院子，名叫客西馬尼。耶穌帶住彼得、雅各同埋約翰3位門徒，對佢哋話：我心裏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哋喺呢度等候警醒。耶穌所要傳達嘅係一股十分強烈深刻嘅情緒，極其驚恐同埋傷痛。佢清楚咁樣講明咗將要發生喺佢身上嘅事，對於自己快要面對肉身之痛苦，為世人嘅罪而死，佢感到極度嘅憂傷。雖然呢個神聖嘅計劃係喺上帝嘅安排之中，但從人性嘅角度睇，耶穌亦都會有掙扎。門徒唔明白耶穌當時嘅心情，喺佢哋嘅眼中，彌賽亞只係一位好戰嘅君王，佢哋以理性嘅思維定睛喺死亡上面，
當佢哋想像到喺耶路撒冷有逼迫等待住佢哋嘅時候，就覺得好震驚。事實上，耶穌預言嘅重點係復活，佢哋冇辦法去理解耶穌對自己嘅死同復活嘅預言。而耶穌預言嘅目的係要顯明呢啲事情早就已經喺上帝預定嘅計劃之中，唔係偶然發生。耶穌心入邊好清楚，佢要擔當眾人嘅罪，死喺律法之下。為此，佢獨自喺上帝面前警醒，並且禱告咗3次。第一次，佢稍往前走，俯伏在地，佢話：若可行，便叫那時候過去。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不要從我嘅意思，只要從你嘅意思。阿爸係亞蘭文，原意係幼兒對父親嘅昵稱，一般唔會有人咁樣稱呼上帝。耶穌用呢個詞表現出佢同父神之間嘅獨特關係。第二次，耶穌話：我父啊，這杯若不能離開我，必要我喝，就願你嘅意旨成全。杯喺舊約常常用嚟比喻上帝審判所帶嚟嘅災禍同埋苦難。呢度個杯係指基督要為世人嘅罪所負擔嘅刑罰。第三次，耶穌禱告嘅內容同先前一樣。過往耶穌每次感到憂愁嘅時候，佢都退到安靜之處，喺上帝面前警醒禱告，希望父神可以垂聽。當晚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汗珠如大血點滴喺地上。喺希伯來書5章7節，更描述主係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救佢免死嘅主。耶穌嘅傷痛同埋汗珠，令人睇到佢內心嘅掙扎，幾乎係到咗精神崩潰嘅地步。而另一方面，更凸顯咗佢對上帝嘅信服。耶穌禱告內容亦都表明咗，禱告係可以真實、坦誠地承認自己嘅軟弱同埋渴求，係唔需要有任何偽裝嘅。耶穌禱文嘅前一部分係向阿爸父表明自己嘅心願，希望將呢個杯撤去。後部分係讓阿爸父知道自己願意信服嘅心。上帝應允咗後部分嘅祈禱，冇將呢個苦杯撤去。禱告完咗，時候亦都到咗。賣耶穌嘅猶大帶咗好多人嚟，用暗號：我同邊個親嘴，邊個就係你哋要捉拿嘅人。當猶大話拉比，就與耶穌親嘴，耶穌就被捕啦。由於當時羅馬政府仍然允許猶太人處理宗教事務同埋一般嘅民事糾紛，而呢個管理機構叫做公會。猶太公會嘅審訊分為2個階段。第一，先將耶穌帶到大祭司嗰度接受一小組人嘅審問。第二，天光之後，耶穌再接受公會所有成員嘅審問。眾人之中，大祭司同公會嘅成員應該係最熟悉舊約律法嘅，佢哋應該可以認出眼前呢位就係彌賽亞。再者，公會處事本應就係公正不阿，然而喺處理耶穌嘅審訊中，佢哋竟然作假見證嚟誣告耶穌。耶穌更被指控係犯咗宗教罪行，因自稱係上帝之子，等同褻瀆上帝。可見佢哋根本係全心要殺死耶穌，佢哋關心嘅係個人嘅榮耀、世俗嘅權威，佢哋嘅目光只係睇到今生，而睇唔到永恆。而嗰啲指控耶穌要將耶穌釘死喺十字架上嘅群眾，顯然誤解咗耶穌進城嘅目的。上帝曾應許過要永遠堅立大衛嘅國，所以群眾所盼望嘅係大衛王國嘅復興。佢哋唔明白耶穌嘅國度究竟係喺邊度，可能群眾所期待嘅係好似主前出現嘅嗰位熱心律法、擁護盟約嘅英雄馬加比。
當時馬加比帶領猶太人從外邦人同諸王手中收返耶路撒冷，潔淨聖殿，挽回咗律法，為猶太人爭取咗全面嘅自由，成為一個獨立嘅國家。可惜經過歷史同埋戰爭嘅沖洗，猶太人再次喪失獨立自主權。群眾期待耶穌帶領佢哋脫離羅馬帝國嘅管轄，恢復獨立自主。當佢哋發現耶穌並不如佢哋所願，唔係佢哋期待嘅政治偶像之後，就馬上轉臉不認主啦，高呼將佢釘十字架。比拉多一面質疑耶穌口中嘅真理到底係乜嘢，一面又清楚咁樣話俾猶太人聽，佢冇辦法查出耶穌嘅罪行，並且詢問佢係咪應該為猶太人釋放耶穌呢？而猶太人反而話唔要耶穌，要巴拉巴。呢個巴拉巴係一個強盜。至於喺客西馬尼園同耶穌一齊嘅三個門徒彼得、雅各同約翰，佢哋用3次睡着了嚟回應主嘅吩咐，最終都係冇同主一齊警醒。佢哋似乎係耶穌門徒中嘅核心人物，經常同耶穌一齊，就好似耶穌山上變像，耶穌叫睚魯嘅女兒從死裏復活嘅時候，亦都帶住呢3位門徒。呢3個人原嚟都係漁夫，雅各同埋約翰係2兄弟。原本佢哋野心勃勃，性情急躁，好論斷。當聽到耶穌3次預言自己受難同埋復活嘅時候，呢2兄弟仲一致要求耶穌要喺主嘅國度裏面得到尊貴嘅位份。可見門徒同其他猶太人一樣，對彌賽亞嘅國度抱有錯誤嘅觀念。佢哋以為耶穌會喺地上建立一個新嘅王國，將以色列人從羅馬嘅統治入邊解放出嚟。不過耶穌嘅國度係唔屬於呢個世界嘅。對於呢2位權力欲高漲嘅門徒，耶穌要佢哋好似自己一樣，預備受苦捨命，因通往天國嘅道路就係十字架嘅道路。要想得到天國嘅榮耀，就要甘願同主聯合，同釘十架。耶穌明白門徒嘅軟弱，正如佢所講，你哋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使徒保羅亦都講過類似咁樣嘅說話，佢話我知道在我裏面，就是在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來卻由不得我。根據路加福音嘅記載，門徒瞓着咗嘅原因係因為佢哋憂愁，但耶穌還係鼓勵佢哋要保持醒覺。人喺迷惘嘅時候，更加應該要警醒禱告。當晚門徒同耶穌嘅位置相距唔係好遠，掉一塊石頭嘅距離，意思就係耶穌喺佢哋眼睛所能看到嘅範圍內，只不過係聽力所不能及。儘管如此，門徒都係冇辦法分擔耶穌嘅憂慮，耶穌注定要孤單上路。當晚耶穌稱呼彼得為西門，呢個係彼得嘅舊名字。呢種稱呼可能有提醒嘅意思，因為耶穌預言過，我實在告訴你，就係今天夜裏，雞叫2遍以先，你要3次不認我。彼得卻極力咁樣講，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所以耶穌要求彼得不要睡了。耶穌話，西門，你睡覺嗎？不能警醒片時嗎？喺新譯本嘅聖經，片時係1小時，彼得連1小時警醒嘅能力都冇。當眾人嚟捉拿耶穌嘅時候，從約翰福音睇到，拔刀將大祭司嘅僕人嘅右耳削掉嘅人係西門彼得，佢喺血氣上面充當咗耶穌嘅保鏢。耶穌制止咗彼得，認為自己應當承擔天父俾佢嘅使命。耶穌摸咗嗰個人嘅耳朵，將佢治好咗。耶穌被捕後，彼得遠遠咁樣跟住耶穌，佢只係為咗好奇，想睇下結果係點樣。嗰個看門嘅侍女對彼得話，
你不也是這人嘅門徒嗎？彼得回答話：我不是。跟住又有人對佢話：你不也是他的門徒嗎？彼得唔承認，再回答話：我不是。再有大祭司嘅一個僕人，就係彼得削掉耳朵嘅嗰個人嘅親屬，佢話：我不是看見你同他在園子裏嗎？彼得又唔承認，立時雞就叫啦。彼得想起主對佢嘅預言，就哭了。約翰福音將彼得3次間接與直接嘅我不是，同耶穌3次直接與間接嘅我就是作咗明顯嘅對比。當眾人嚟捉拿耶穌嘅時候，耶穌以我就是承認自己係對方嘅目標，透露出耶穌保護門徒嘅心意，應驗咗耶穌對上帝嘅承諾，就係你所賜俾我嘅人，我沒有失落一個。同樣，耶穌回答大祭司嘅問話嘅時候，亦都用咗我是來回答。佢哋嘅原文意思都係一樣。呢度嘅我是顯出更深層嘅意義。耶穌以上帝喺摩西面前嘅自我揭示，我是自有永有的，嚟暗喻自己同上帝係同等嘅，並表示其獨一性。換言之，非我則不是嗰一位獨一嘅啦。不過，當眾人喺度指責彼得3次唔認主嘅時候，又係咪有諗過其他嘅門徒當時為主做咗啲咩呢？事實上，嗰個時候門徒都離開咗耶穌，逃走了。而出賣耶穌嘅猶大，佢決定賣耶穌嘅時候，可能只係企圖逼耶穌去發起一次革命，帶領佢哋推翻羅馬政權。相信佢同雅各、約翰都有住同樣嘅期待，深信自己喺耶穌掌管嘅新政府入邊會佔重要嘅位置。當佢睇到耶穌被定罪之後，良心發現，可惜為時已晚。好多時候，人嘅心思意念一旦化為行動之後，就冇辦法回頭。當猶大將錢還俾祭司長嘅時候，上帝嘅計劃已經進行啦，佢冇辦法藉着耶穌同上帝和好，只有喺絕望入邊了結自己嘅生命。不過猶大並冇失去過佢同主之間嘅關係，因為佢都從嚟冇真正去尋找過主。而主亦都早知道佢會出賣自己。約翰稱猶大為滅亡之子，亦都足以想像到猶大從嚟冇得救過。對於基督徒嚟講，有人參加主日崇拜幾十年，可能從未感受到主嘅同在。究竟何謂真正得救？得救嘅生命又應該展現出乜嘢嘅樣式呢？耶穌為我哋背負沉重嘅十字架，使我哋得生命。基督徒嘅人生唔係喺度行天橋，接受喝彩聲，而係踏上各各他嘅路，同主一齊背負十架。因為主話過：我所喝嘅杯，你們也要喝；我所受嘅洗，你們也要受。我哋之所以背負十架，唔係因為喜歡受苦，而係希望學會順服。十字架對於真正嘅基督徒嚟講，係榮耀嘅象徵。喺苦路上，耶穌亦都曾經孤單過。唔知道我哋面對十字架嘅時候，會唔會好似彼得一樣唔認主，甚至好似猶大一樣出賣主呢？耶穌嘅經歷話俾我哋聽，孤單唔等於係無助嘅。喺路加福音22章43節，耶穌嗰一夜喺園子裏禱告嘅時候，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加添佢嘅力量。可見喺十架路上，聖靈會與我哋同在。如果耶穌冇警醒同禱告嘅話，我哋唔難發現耶穌只係喺度做緊一啲活動嘅項目，而非天國嘅聖工。因為呢啲工作如果冇天國嘅異象，冇同父神嘅連接，咁樣佢就冇辦法得到從上而嚟嘅能力。彼得雖然曾經軟弱，但主保證彼得嘅信心會得到更新。主話：西門，西門，
撒旦要想得着你哋，好篩你哋，像篩麥子一樣。但我哋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去信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嘅弟兄。如今主嘅話已經應驗啦，彼得嘅生命得到重整。佢教導信徒話：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哋嘅仇敵魔鬼如同嚎叫嘅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嘅人。你哋要用堅固嘅信心抵擋佢，因為知道你哋喺世上嘅眾弟兄亦都係經歷咁樣嘅苦難。你哋務要在這恩上站立得住。係嘅，我哋要為主警醒。藉着詩篇13篇3節，我哋祈求耶和華，我哋嘅上帝啊，求你看顧我哋，應允我哋，使我哋眼目光明，免得我哋沉睡至死。阿門。